喂，喂，小姐，谁欺负你？没有了。你在哪？怎么那么吵啊？我在马路边流浪了。说什么？喂，收讯不太好。说什么？没事啊。你现在受伤，你又在马路上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海边。你去海边？那你缺不缺司机？我可以带你去啊。好。现在。好啊，好。那你等我，你等我。你叫这么大声，喉咙会哑啊！你要不要吃喉糖？杨桃汁。红大海，热的。这边又不是钱柜，我要喝酒。酒有啊，酒。你酒喝慢一点啊，你这样喝容易失身。那大哥，把你当自己哥哥，不要开这种玩笑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啊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。谢谢。那大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啊。你觉得我有女人味吗？像你这种随时带着长辈出门的女孩，这么孝顺，如果没有女人味的话，我想这世界上99%的女人对我来说都在念幼稚园吧。我说的不是胸部，我说的是像这样。我觉得你是不是醉了？不然我们先回去好了。哦，神啊，给我一个启示，告诉我，身为一个男人，现在吃他豆腐是合理的事。哦，哎，大男人呢，婆婆妈妈的，要卡你就去来卡啦。可是他妈妈就会讲，说什么？哦，阿弟呀，你他妈妈的嘞。好，我打。
没有接了。哎，没人接了，继续打。哎，电话。喂，志飞哥，你找我？在家吗？还在睡吗？醒啦。下午有没有空？可不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爱情？嗯，好。好，待会见。嗯，拜拜。爱心水果，谢谢。这边叉子。那你先走，你走。哎，喂，你到了。我可能还要再一下下。哦，好。我现在手边也有点事情，那我们直接约公司好了。好。OK，好，拜拜。